后来乡亲啊，今仔日12月7日是世界人权日，嘛是美丽岛事件满40周年。蔡总统早起来颁发亚洲民主人权奖，予关心人权议题的组织。有关总统大选，最近有2份上新的民调，蔡英文拢大赢韩国瑜。这甲韩国瑜呼吁支持者，民调拢回答支持蔡英文的策略是毋是有关系呢？蔡总统讲，民调因会做参考，嘛会继续争取选民的支持。台湾足高调为第14届亚洲民主人权奖拍开序幕，蔡总统亲自颁奖，嘛特别讲到40当前这天发生美丽岛事件。美丽岛事件就是台湾走向民主化的历史转折。珍惜民主的可贵，蔡总统嘛努力拼连任。民调显示，蔡英文赖清德得到4成8支持，国民党的韩国瑜甲张善政有2成，英德配领先28%。另外一份调查显示，英德配有超过5成的支持度，国政配是15.2%，差距愈大，来到3成5。正正韩国瑜呼吁支持者，民调是一律拢回答支持蔡英文的策略，敢有关系？我们都会参考啦，不过双方的差距是有的哈。拼选战嘛袂用公务，蔡总统行程满满，但是比韩国瑜靠势有4成时间拢在走选举。当市长的时候请长假，可是他请假以后，现在做候选人又常常请假，那我们也不禁的怀疑，就是他对于他自己的角色跟责任的认知是不是足够？另外，网络出现着韩国瑜被人合成正式图，韩电影大声讲要提告，所发现讲是家己的人做的。韩市长那边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政府或者是我们这边了哈。这样老实讲，其实是不负责任，也误导我们的选民。选战已经进入到最后啊，不管是在中也是幕后的手段，恐惊之的愈来愈激烈。